这一天，庄正登的地瓜田里来了一群赤脚的朋友。踩进泥土里实在是很陌生的事，爸爸妈妈不是老告诫着不要玩泥巴，很脏吗？我们都把这土地保持得很好，因为我们从来已经做N年无毒的农业了，所以这种土地都是很干净、很干净的。所以放心让小朋友脚踩手摸，家长们也一起挖起一块块泥土，准备控窑。买了几款的啊？谁爱来？啊，谁愿意试试看？你说让我来，对不对？马上哦，一次看那更爱来。体验当业余农夫，田地主人庄正登是今天的总教练，带队前往另一头，小朋友兴致勃勃，准备来个绿叶底下大搜索。因为有机不用药，田里杂草不少，小朋友们认真的找，倒也陆续有收获。挖出的地瓜形状不一定漂亮，也许还有虫咬。庄正登要让大家感受的，正是土地和作物自然的样貌，让他们知道土地的重要性，农地的重要性，希望让他们知道说，土地随时都可以种出好的东西。同时，也是庄正登这几年在产销班里不断深耕的观念。我都告诉班员说，我们要做无毒的，我们要赚我们的辛苦钱。有机地瓜价格是市价的2、3倍，还供不应求。客家农民得到善待土地的回馈。啊，你看像这条品质就相当的好。那有汁液的话，你看开始冒出来了，这代表它的水分跟甜度。开窑了，热腾腾的地瓜，大伙儿吃得开心。当食物和土地都可以让人放轻亲近，庄正登也因此感到满足。上课喽！马上哦，一次看啊，爱来。马上哦，一次看啊，爱来。谢谢宗仪老师。